車喺行駛期間，其實個車轆同個路軌之間係會有一個高速嘅摩擦，亦都會出現一啲損蝕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平時咧係需要進行日常嘅檢測啦，同埋去做保養。包括我哋車轆，如果去到有些少毫米嘅損壞嗰陣時，磨損嗰陣時咧，我哋就會去到做一啲打磨啦，亦都會根據佢每一個我哋個輪隊佢哋嘅狀態啦，佢哋同埋使用嘅年期，每隔幾年咧，我哋就需要做一啲更換，咁樣可以令到行車時係更加安全、舒適，乘客亦都坐得更加暢快。可以話係鐵路維修中心、鐵路維修當中其中係最重複性最高，亦都同時需要好多勞動力嘅工作。一般嚟講，我哋需要大概3至4個工作天。幾年啦，其實我哋喺列車維修方面都嘗試引入唔同嘅科技，去改善我哋嘅維修嘅效率。